我心心念念的蔓越莓终于来了，好多人啊，赶紧去排队。前2天排了2次都没轮到我，今天势在必得。好多人啊，准备到我了。看下别人已经领出来了，这边是帮榨果汁的，凭身份证每人可以领1盒，终于拿到手了。历尽千辛万苦，这个蔓越莓终于领回来了，赶紧搞来尝一下。甜，太甜了！感谢东北老铁送的蔓越莓。